下來繼續來看台北捷運的票務數位化，藍色的塑膠的台北7月開始會陸續來退場，改用紙本掃 QR code 出入站。這個消息一顯光，不少人感嘆講，這個當年的回憶消失了。相信通勤族們對於它並不陌生，不過這個藍色代幣未來即將走入歷史。台北捷運的票務進入數位化，為7月份開始，就無要用這款塑膠幣啊，改用紙票掃 QR code。你覺得你個人會很想念這個東西嗎？會，而且這樣投的感覺很好玩。看到有人是先購買這張票，然後不使用帶回家做紀念的。其實我有在想，要不要就是也這麼做，因為它要消失了以後，就是可能沒有這個東西在，就會覺得想要留一份。塑膠票走入歷史，不少鄉親講伊的當年回憶消失去啊，是講大家嘛唔免傷過傷心，因為敬老票、愛心票等等，議員的保留塑膠票卡，咱鄉親議員佫用得到，是講這個消息一個公開網絡平台出現轉賣風潮。那些票卡佇網絡頂已經起到180塊，以上價票價來算，計小起9倍。台北捷運公司表示講，想要收藏的鄉親，只要佇捷運站透過正當流程去買，攏無問題。是講有鄉親煩惱講，未來改用熱感應式的紙票，較歹保存。入站出站，若你掃描卡條咧，接封時間可能人會塌條咧。針對這點，台北捷運公司表示講，用紙本來感應唔通傷晚，有顧慮鄉親會當透過 App 來買票，還是電子支付，提供更較濟選擇。